純利爆升3倍，業績好到癲。點解股價反而一日暴瀉30%？如果你仲盲目追緊泡泡瑪特，呢個增長陷阱可能會令你輸到損手爛腳。我係 Dave 哥，今日我拆解一個市場無人講緊嘅致命盲點。大戶驚嘅唔係佢賺幾多，而係驚佢見咗頂。第一，Labubu 依賴症呢隻嘢一隻 IP 就貢獻咗成個集團40%收入，但管理層竟然話2026年先有新版，而家出現青黃不接，大戶仲唔走鬼？第二，文化死穴，Labubu 喺歐美紅係因為精靈文化，但新寵星星人喺西方完全唔受歡迎。如果 IP 出唔到海，增長神話就玩完。最後亦係最攞命嘅，以前增長係200%，而家管理層話未來得返20%，由天堂跌落凡間，估值殺落15倍，PE 就係咁解。最近有小學生同我講，Labubu 已經唔興啦。你覺得呢次係大特價入貨機會，定係盲盒熱潮正式收皮？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。想睇埋我對 PopMart 轉型珠寶家電嘅深度數據分析，入我 Patreon 睇完整報告。記住，投資唔係買公仔，係買預期。